位聽眾歡迎，有人來邊呢？我見到個冇咩檔，這個禮拜我人個在度對來邊呢？我見你講故嘅故事。這個禮拜特別嘉賓是老椒好屌阿龍。哇，有同會見啊！你家己一人到底只大間點的有個有普吉胖爬歡迎。Hello， แล้วก็เสกีตาร์朋友歡迎。我是骨頭人吉他朋友，大家好。那邊是幾個邊呢？แล้วก็我係新椒咖喱摸一炒。大家好，我是摸一炒。我就錯是兩我已經我聽過一定到個人講嘅事，然後個有我人嘅studio 裏面嘅特別嘉賓是我係媽昂布鳥鳥，咩水就成見。買啲啲嚟 OK。做咩你拍時間了？唔係拍時間。這是你拍時間。小嘅人多啦，這是大小了。好的買嗎？這個會聽叫我買到。講啊，歡迎，我都冇講，你是咪講句故事咩？咩冇句嘢。OK， 然後個當然我幫你聽得知，我冚你麥你播個未聽到。一隻禮拜，到底嚟講，係咪夾是幾個是人？然後 OK， 這人個到底嚟講幾個故事咧？這個禮拜是。阿龍，你有幾個事講？我最近你自己喺後面做緊。阿龍嗰啲發。我未記得啲回聲係誰？嚇！我未記回聲對。嚇！這幫冇了。這幫冇了。之前有讀過，之前真久有讀過。你講。就是半暝三更做工，我都聽到有人喺講話聲。得就做緊。定得攰，唔使講啦，攰，唔使講。你講我聽。冇啦，意思我想講是我甲我嘅同事伯伯啦，然後我想講一百多搖，然後我聽到有人聲有一聲是做乜聲？耶，安尼聲的，然後我想講是一百多搖拍落坡咯，我冇用到一百多搖的，你講下差不多，你講你有聽到人講話？你講話先，係啦，如果冇啊，冇我都講話，係咯，嘛，我想我可以聽錯，我想我可以聽錯，啊？我想我可以聽錯嘛，我想可以聽錯，啱沉沉咧，我想我可以聽錯嘛，我今日我做咗物件咧，叫好菜包嘅咧，要走啦，出去過口嗰陣時候，伊個甲我講，其實伊有聽到嘅，特別講嗬，咱。但是講 D.N 嘅情形裏邊咧，最好是賣成字講，聽到要聽講嘅，伊叫我聽講，但是你成字呢嗬，伊係嚟抄人嘅。特別講有兩種嘅講法啦，一種就是你聽到真近嘅話咧，其實伊是啲真遠嘅所在，但是你聽到真遠嘅聲咧，就是喺呢邊啊嘅。伊賣，所以但是講你有影有一節啦，像你喺呢房間聽到真遠有人叫你啊，其實伊係喺呢邊啊嘅。賣。係咯，我聽到是真近嘅，像是啲甲我上一間房間裏邊講話，伊唔是甲我講話，我才聽到兩個人像是啲家吹，像是啲像唔是講拍過，像啲魚仔邊啊講話啊，兩個人。耶，你想下我 office 領導。我就是咪講你 office，你最少 office 啲朋友入嚟 studio 聽到嘅聲，應該是。所以意思是講我有可能啦，你喺 studio 裏邊聽到嘅聲，其實因迄個。靈魂鬼咧是啲真遠嘅所在。係咯，是上個伊講嘅咯，伊是講伊上個一追佢咧是因佢講話，一客氣咋。你聽無清楚講話嘛？伊是好像開會時你聽到。伊開會時你對上，特別伊個聽到成日咧講伊
接起一下人驚住起一下，講話，人嚟一個點片佢咧。特別講訂講啦，其實訂講我本無講真合理咯，因為我之前有一個朋友，我甲侬講佢其中有一個幾個數嘅節目裏邊，我講過嘅，就是我一個朋友，伊是佇讀大學點聲佇房間內邊有一日伊行入房間，伊感覺到伊嘅衫揬頂個是人坐條咧去哦。一句。嚇！伊衫揬另外一個坐，有一個囡仔坐條，咧有伊骹春條嘛，然後伊行下車包咧，伊佇桌頂伊行嘅反照過來，看到有一個囡仔，伊看到半身咧，無看到伊身軀頂面啦，因為行照袂到嘛，伊家己看到半身有一個囡仔坐佇頂面，咧伊知講應該是垃圾物件啦，伊就訂講咯，問下知伊訂講了，迄是叫話解嘅講吼。Jangan berpura-pura. Ya, gue Cái sai. phái này họ, cái lúc sai lăng rồi. Jangan berpura-pura. Sai lăng rồi. Mày nghe Có lằng nữa. Có lăng nữa. Wow, bị cái bôi cho kia. Jangan berpura-pura ya. 有時講是查某囡仔嚟又聽哦，你就是老白聲嚟唔知。喂，查某囡仔嘅聲，你喺度做戲嘅哦，咯。查某囡仔嘅聲，但是人哋可能冇咩驚嘛。冇嘛，你啲房間裏邊，伊個仔講你聽過喎，佢暗傻傻咧。係啊。囡仔鬼地驚，囡仔鬼。咧，我有一個同事，伊有拄過，迄個是真久前嘅事了。伊甲我講過，伊有一道，伊古早伊做工嘅所在啊，吼，伊有常常感覺着講，伊看到一個目啊，一個囝仔。特別哦，伊毋是，伊感覺，伊感覺，伊感覺伊看到是因為伊常常做工做到半暝三更。了，伊甲我講，伊是佇做夢時個夢到，所以伊常常連續幾若暝是夢到一個目啊，一個囝仔咯。啦，伊嘛甲一個囝徛伫迄邊啊，甲伊講話，想要甲伊講話，特別聽無到聲誒。伊想要甲伊講話，聽無到聲啦。特別迄個規個，伊徛誒所在，就是伊平常時做工 on duty 誒所在嚟誒。有一個嘛，一個囝徛喺邊個講話。係咯，伊就常常佇伊 on duty 誒所在啊，嗬，伊只係做夢過啊啦。迄個伊就常常佇迄個 on duty 迄一個 specific 迄一個所在啊，佢就上誒。就想，就是伊無代無事啊，靠着壁半個老歲，啊了做物件啦，有物件講到伊頭，伊就上誒。哦，當然無啦。然後伊有去問先下面物件無？伊有去問題是，伊都有一個只，伊家己是無咪會曉講話誒人啦。伊講伊伊講伊食紅狗啦，所以伊講伊去找一個朋友。找伊去看一個 pastor 啦，一個牧師嚟，要甲拄面看，要安怎甲伊解啦。了，伊牧師就問講伊相信有耶穌，特別伊講伊毋知。了，牧師問講伊有去做禮拜哦，伊講伊古早有去做禮拜。你講，了牧師講你有做禮拜無做禮拜不要緊，你禮拜有去教堂無去教堂不要緊，問題是你家己相信有耶穌，你無相信嘅話，我袂叫着你嘅。我了伊講埋一層。伊講伊毋知要安怎做，因為你若是講你問一個人，你問咱就是你講騙話，你講你相信有啦，但係你其實你佇需要幫助點聲，你心裏邊無去求耶穌來打下手你啊，就是意思是講你無相信伊啊嘛。那叫袂到啊，呢事。對咯，啊，我家己是有叫過一道嘅，因為我有幾代過嘛，有一道你幾隻這個半點先，學幾代，我啲其中一個節目裏邊我講過本嘅，就是我到啲我朋友嘅厝嘅房間裏邊，係咧學幾代，迄是真明顯嘅，因為我會看到真濟物件，咧看到一個白色嘅雲跳過我嘅身軀咧，走入去，因為我困了嘛，我頭向了壁嘛，係咧我骹向了迄個骹向了電視機啦，係咧伊鬼是佇我骹板位、骹盤位跳過我身軀咧。撞入去，我頭後尾壁裏邊嘅，伊是白色嘅，我覺得一個大波一樣嘅白色嘅樣嚟。係了，伊跳過去是因為我心裏面直接講叫 Jesus comes and help me, Jesus please。因為我相信嘛，所以 Jesus 咪來咯。你無相信就冇話你 call 伊啊，伊本未 answer 你 call 嘅。即是我厝裏面人講嘅啦，因為我厝人是一項教嘅嘛。因為你哋未相信，你無相信嘅話，你叫 Jesus 是 send 去 voicemail， 叫學出嚟本未叫到你嘅。Sorry, your call is very important to us, but God is not available right now.
你 imagine 有數回你講啊，hello，長話事啊，你叫我下，特別你上線話嘅喎，你看你邊啲冇上線話，你我得叫你。對不對？แล้วลองปานัง咧ปานังปานังลอง個係咪幾個故事比較寫冇講到？我幾個事講講，即係下啲學校咯。所以我嘅朋友買啲地址，呢樣是做小事嘛。所以地去外國啊，或是去other country 咯。所以自己去即係 KL 嘅位哦。你就冇學校，冇嘛，係一個必須生嘛。所以就阿妹是想講啉了酒愛佇車困咯。OK， 所以啉較最是哦，伊華貴間學校，所以嘛是講這邊學校每塊有房無咯，所以伊去問 receptionist 佢講無房咧 ，OK， 然後伊個硬個 receptionist 講唔係，我係困啊，你我情房我真正成日把路我注意了，所以 receptionist 他是就可以房，所以就去困的時困到一半。你 feel 到邊有人拖嘢咗，拖，講，喂，都困了，我冇成啊，瞓喺我嘅床嗰度落嚟啦，然後佢掃嘢，乜亂我係困啊，一跟那個音啊，你講乜嘢我唔識聽喎，然後講，開目睭時哦，你看到邊有一查某坐條。要畫好清楚啊，是看袂到邊那一種，對面落下面，你穿了旗袍嗰種，你穿了旗袍，穿了旗袍，你咪做咩咯？安尼暗穿了旗袍接來旁邊，我咪叫機，佢講，你喺呢邊嗰度，你喺呢邊啊，你怪教講你喺呢邊啊，你講，你看無物件咯。所以佢是就驚嘛對無？伊走伊袂走哦，佢講咯，剛剛佢隔路順過，所以隔啲問蝦米事，然後伊講，喂，我看到我邊有一間穿條咧旗袍嘅人坐條邊隔問，無看到啊 ，OK， 嗰時隔一條拖出去哦，去到 lobby 時哦，隔講其實即間房間呢，大擺往on duty。順過時，伊唔會我都開互人嘅，所以這世界講 ，OK，thank you，所以唔會家己冚掉去，所以你講你嘗試樣款物件無？所以可能一個 lesson 是講是講去個學校嗰啲吼 receptionist 真係甲人講無房間買嘢水哦，伊有房間嘅，但係房間真係是好垃圾嘅咯。你講咩？你講咩？有影誒咯，若是講亂去學校，若是講伊講無房間，亂茫硬水，硬嗌，伊互你一間啊，我聽真濟啊，伊互你一間就是伊人有樓嘛，伊人學校甲咧有樓房間啊，互伊人嘅只一間咋。樓互伊人啥物？互你樓互你幾個咯？伊人說要樓互幾個咋？所以若是講硬嗌無法買，互你一間，定着吵亂路誒，我聽真濟人。我真濟個人是做啲導遊嘅，做啲界嘛。所以亂去學校無路人勉強伊啊。講到啲 tourist 哦，所以佢自己叫馬甲嘛，一歲間學校可能是啲即係 cemetery 邊嘅啫喎。幫嗰邊啊，幫嗰邊啊，然後伊就講第八時就講咱今日好困啊，咪出嚟啊嘛。OK 咯，我先夾帶啊就，我去提水是伊互我去一條去提水嘛有大哥嘅嘛，所以即係去安嘅陰兩款嘅，即係個場合佢種可能50年代係一種巴兩款有一個巴口袋咧後尾有攤棒酒嘅嘛，都一個無會咧，哇靈啊，刺激啊！然後說貴個阿妹，然後你去開 bathroom 嘅時，你家己房間 bathroom 喎，你看到伊咧係先係咪加了啊？伊就是嗰種 stain 或蛇線嘅漿，嗰咕嗰度。哦。因為伊個是啲群房甲từng人望嘅邊，因為間學校無人嘅，就是我只一個人。我貴咩啊？我咩冚目睭困啊！佢咁咩冚目睭困啦，唔知乜嘅就目睭仔冚嘅時，就目睭仔開起來時，到你面頭整。我真驚，我哋驚就是講你困嘅時候，你就冚目睭一下，你目睭仔開起來時，風險到你面頭整。冇係啊！你講特間學校門會咋？
有诶，我老诶，特特間有誒，人講人都唔知啦嘛，咱問你知，伊老一間外人嘅，所以人講就學得是每個卡性咯，對。嘛，咪你記你頂到是你對爸爸誒等樣去迄個啊金馬崙嘅事你記哦，你記講有一間，阮是你聽你講，你聽你隔壁囡仔啊，嚇你講下。我唔記啊。有啦，你講有一道是你去，誒，維娃娃嚟啊！係維娃娃嚟啊！來，各位咱嚟拍手係，維娃娃是咱嘅。我冇得解讀片嘅。Winner 是咧啊，邊嚟可能個人出名，但係頭毛個水。我知道了，真係。Hello，你頭毛大家想冇學安乜嘢？你聽到？哦。John，一邊嘅成點啊？他們直接來了個。lesson。哦 ，lesson 來啊。今天是 lesson 啊，不，今天是冇一場。lesson 是今天 lesson 是我誒。啊，是話。歡迎 lesson 歡迎。thank you John。維娃娃本來啊。係啦。我等講幾個數啊，我講幾個數。啊，但我點啊，等聽到嘛，聽人講學到你貴。對啦。你維娃娃，你維娃聽到我哦？維娃實是聽唔到人啊。我聽到。Vivi 娃娃頭毛本是一撮誒。錯。維娃娃不是毛一撮，維娃娃係頭毛成日你 Chinese New Year 嘅啊。Chinese New Year 冇學你頭毛啊！按照你麥無相嘅，你麥布布。Hello。你麥你唔是？哦，你 internet 麥歹起啊？係你麥。不，你講咩 ？Hello。你聽無咩？特別你只 delay。啊，對，我只 delay，我等下開隻。Hello， 聽到我聽無聲哦。有，較好啊。有，較好。because 我用。你用掉機。Hello， 聽到我聽。維娃娃做咩？維娃娃彈獎啊！維娃娃彈麥啊！俾一個新嘅麥啦！維娃娃彈。啊，對，啊，自己啊，這是新加坡嘅模式啊。咦，新加坡 blog 一彈嘅時候，你自己麥啊，金麥，金麥獎啊，冇啊？冇聲氣啊，當機，你是冇聲氣啊，維娃娃，你問佢哋敲你麥啦，你幾機？你腦機？冇啊，冇聲。就是一機。維娃娃當你冇播機。一機有聲，一機冇聲。聽到。啊，當機有啊，當冇。啊。你知係咪事我開 YouTube 你知哦？啊，那你後尾個開頭整個開啦。因為我就開冇講，究竟是 problem 特別，因為我學曬呀。對，別講你邊使講。誒，你咪冇搞大聲。誒，lesson，你自己窗開你咪。哦，安尼講較好。你別看我你咪咩？我咪。誒，唔是 lesson，sorry， 唔是 lesson，是其他朋友窗開。是啊。我錯啊，我咪落地喎。其他朋友嘅聲嚟，唔是你嘅。是其他朋友窗開喎，還是把你咪家啲窗開？你其他朋友啊，唔知啊，你啊你是幾時就合你合併來咧，還是你來咧？我唔知啊，你自己吹。我 TV 我下隔來環境會嘛。John，你那麼會一出伊嘅生意啊嘛，叫 Hunt Gangster。即係。都係你那麼會啊。那麼會是你馬來加只看下。講唔知啦。馬來加就好啦，哦就好，哈。嘢你好笑嘅，咩嚟？你 snowball 咩？你幾時買 snowball 先嘅？我本來就無聊誒。你按照冇咪好好你先。Hello，聽到。review 啊，你條路嘅咪。你聲小別啊！伊個小我冇聲氣嘅。伊無可能哦，伊只拉落 review 啊。個。你照掉麥無 ？Hello。嚇。
聽到？啊，看電視聽啊。不，我娃娃會唔會錄？你去新加坡嗎？湛江嗎？呀 ，hello， 大家好。stadium 嘅聲咁樣。等 stadium 聲開着，等陣 stadium 聲。大家好，我湛江了。你湛第一名啊！你等陣會唔會你去你學校大少貴啊？學校嘅水呢？學校就水嘅。係咧，學校嘅水呢咯。好水嘅貴。誒，水學校咪少貴。學校個水那個大經啫，那個貴啲。然後 everything is sponsored，OK。喲，喪屍啊咯，一頭冇乜事啊。喪屍講咩？頭冇乜事，善界嘛。你當然真係彈啊，真係。我覺得你出廣話嘅喎。呀，個話，個東邦 glamour。個有Catherine， 然後個有最個呢，個有Gilbert 啊，係咪鬼啊？唔記得。是啊 ，OK， 對咯。你咪講小英 ，OK， 好，咁成日拍招，你一次講，我講幾個數就得啦。然後個最個其他朋友都係鬼呢。來生有幾個數我唔知。來生啊，等陣我冇想到啊，講到是你聲，我小聲。啊，你小聲，我叫你其他朋友講聲。OK， 好。本是 OK， 這是古早做工嘅事嘅，古早做工位咯。因為古早吼，我嘅公司真係叫無你請假嘅時候，請我做假。唔係，他說你是做後面做工，特別你唔要做假。對。你做哪份工啊？因為我係佢找到時間夠就是特邊行車、火車開啊，我到期夠夾好看半暝時，佢特邊困啊。因為我做工嘅位，我喺邊我比較少做，就常因為愛加錢唔該做嘛，所以加錢條不是 overnight 嘅。會使講關係啦，幾間廠那邊剩我一人甲外口條隔爾咯，無人啊。所以迄間廠咧，吼我做點有聽到我一個故事啦。OK， 這一人是傳講啦。唔是傳，是個例來咯，我係同事咯。我本身阿妹是本有淡薄 experience 啊。OK。這是廠嚟，鋼廠係 factory。OK， 我係 factory， 我邊做緊 factory 吼，伊是成個 bungalow style 啦，咯。伊唔是 semi detached 咯，伊是一間咯，一間家己一間咯。所以我得到轉，因為我到 office 我 office 係 full glass 嘅。假如是 full glass 嘅，意思講會使看出去外口咯。所以特登吼，我做緊半暝時，我係感覺到物件嗖會閃過哦，特別看袂到是蝦米來着。會知講是蝦物件，我有一半時吼，連我感覺到物件按閃過時，我看出去啊。迄個 wheelchair 毋是 wheelchair，係所以迄個交椅吼，伊家己轉嘅。交椅，伊是平時交椅啊？平常時咱做 office 嘅交椅，伊家己轉嘅，我看到伊家己轉嘅。所以因為你是講你交椅坐掉，然後你 spin 呢，還是裝個交椅個機轉？伊是快轉，還是慢慢的轉？伊慢慢很轉嘅，應該是無人坐 ，unless 有人把路起來吼，伊可以轉咯。normally 袂咯，所以伊家己轉嘅就，我感覺到啊，所以我看到伊家己轉嘅就，都無插伊咗做。所以有一當時就是有一當暗暝時吼，因為伊是2層樓嘛，有時暗暝時我就聽到樓頂位。砰砰，真係大聲哦！成日咧堵啊，規個倒來咁樣，迄個下邊咧倒來咯。喂，是真係大聲，特別無人咧就，你係實在講是堵倒來聲。喂，我個驚啊，特別我個愛知講是唔是堵來哦？你是鬼還是人上面啊？你是做格嘛，所以就去食下。對，有 CCTV 嘅 ，CCTV 看是看無物件，我就行拖出來行去迄對面咯。我行對面看是無物件就水水個了好好嘅就。
會使講吼，就落來吼，一落來吼，坐部那姑娘吼，我再聽到砰砰砰砰嘅聲喺度，因為伊是家己一間 building 嘅嘛，無可能家隔壁，無可能聽到隔壁聲，隔壁冇聲。冇念。你去樓頂是一站定是幾多站？一站嘅。哦。啊，無我哋讀經，所以我去樓頂看砰砰嘅聲喺度，啊，無聽到砰砰，去點樣看？我就會使講常聽到啊，所以無去插伊咯。我有時就甲刺激咯。3點幾咯，我聽到對酒班嘅聲咯。哦，我就真啊奇怪咯，都一邊無可能對酒班超過你換嘛，甲就是超過1點半就收工啊嘛。我迄邊個是工業區啊嘛，所以工業區無可能有對酒班的嘛。所以我就行出去聽到聲，我就行出去外口，啊，無聲喺度。我就走去門咧隔就無落隔困醒，講我無聽到半項啊。特別我一去 building 入邊，我才聽到。我 try 找，特別找袂到迄個聲是倒一邊來。我就想講是可能啦。你只去過聽到咩？嚇？後點啦，你聲唔係無秒。我都冇聽到冇做乜。去恰 click click iPhone charge click 對。哦，是啊。我哋係講咗啫。阿 John 啊，我哋會走成啦，因為我就冇驚啦。有影咩？咪啦。我驚啦，我規間公司無人啊，當然。等啦，maybe 你看到你個現條講報道。怎麼講到係是其他朋友嘛時候？對，就是因為故事伊講嘅我估驚。冇啦，冇相會。伊哋這邊做工嘅嘛，伊講我估驚。冇相會啊啦，頂到是咁強嚟。tapi講話就講จริงๆบรรลุกันต่ออะไรเตะห้องแอนเนี่ยลงมาเป็น嘅有嚇，我哋是廣府班嚟，所以我講聽到調轉班就奇怪咯，我是廣府班嚟嘛。喂 ，OK， continue 啊。講。OK， 所以我就聽到調轉班，就是找來找去找袂到一聲。喂，我係負責我係同事啦，讓查某邊個咧嘛，讓做 customer service 嘛。伊有甲我講過就，伊捌聽到講暗暝人唱嚟講只舊嘅歌，80年代嗰種歌白光嘅歌。成朝嘅時，有聽到我迄條查某真大膽嘅，伊捌去找過喲，伊順超去找，特別伊本是找袂到嘅聲。定有聽到我迄個聲本樣，所以這個個無記哩喲，這隻記哩嘅時啊是下晡發生嘅12點幾喲，有一日時候。白光嘅歌，白光嚟嘅啫。白光嘅歌唔是肯定。喂，伊是個講12點下晡是12點下晡。讓你話就行出來，伊車講就查某行出來，伊叫車講面車問到底咩事？我伊就講無事。我講蝦米無事？你看你面白水全部白，我講伊講無。我就坐落去，迄時下晡12點幾嘛，我未來去食，我伊講免，伊就坐掉。過後我就食轉來啊，我看伊個這邊，個時間車講遐尼款着。我叫我係巧克力問伊，個在問伊，你到底係咪事講互我聽下？伊就講，其實淡仔吼，伊就去大樂，伊去查某大樂嘛，所以伊就去內面是毋是？伊就開咧partition 一間嘛，伊就開起來咯。一開起來時，一看一條大波就half naked 咧，特別8隻對調伊哦，伊比迄個大波吼，伊是向掉迄個大粒波嘅啫。特別查波係就係經驗啦，特別是大波咧，頂面冇成曬。頂面冇成，特別伊是8隻向掉伊就無有徛到邊度，一直開就看到伊嗰有驚。喂，迄條人講笑無講遮大嘛，所以迄條人是毋捌看過伊哦，無可能有條大波大邊徛掉啊，佫無走咗。所以伊就調車行吼，伊就轉了吼，伊叫我行出來就行出來時就是迄時我拄着伊時哦，拄着伊時就車下晡12點時。我馬拉仔吼上一日咗，原來顧一橋查甫本事啊，拄着咗，伊拄着是安怎哦？伊是拄着吼，伊入到內面時，伊洗好手啊吼，是變過來看到，本是看到伊8隻爾。特別伊無大迄個 partition 那邊啊，伊是對了壁。
你試試 Apple 4.幾上一節那邊，這是唔是人你是貴哦，係啦，就是講啦，唔知 maybe 是人咧。maybe 意思到啲裡面頭殼就我幫照。唔是，because 咩數？因為我喺邊間了每樣有迄個 door access magnetic door access，所以無格是普通嘅筆記咯。北京商人筆記咧。and then 規間廠個了 CCTV 個了。喂，樣我都每迄落去查某，樣本 express 講吼，迄條人伊個皮膚啊，淡薄灰色，肯定絲色啊。伊無清，伊本身無清啥的，所以吼你會看到講吼，伊個把隻。白色是灰色，肯定。哦，三部咩灰，肯定色嘅。私人色。差唔多像咯，我是無看過啦，特別迄邊咧吼，人就是看到我下晡時就咁是阿妹哦，下晡時就發生喺數嚇。經常成咯。我看到我一頭蝕咯。蝕呢個就我有個白你講數啊，即係講兩隻冰星啊，好撚仔。一個大媽個住咪講，這裡，我走啦，拜拜。嚇，做咩事？你走，我驚啊！你驚咩鬼？咱嚟坐啦，真係啦。我驚咩鬼就是驚鬼哦。你驚咩病？咪裝先。你驚咩病？你驚咩病？啊，林子。我想夾 back 啦，不，等陣我嗰隻新嘅人仔是住，來生一個住得嗎？這是馬大呀，這是來，這個是住，盧，咩是有乖？盧是住，還沒關，住幫，我到底，白光啊，住幫白光，微娃娃呀，微娃娃，骨頭人白嘅。哦，骨頭人吧。無了，等陣。我聽啊。你學盤係啊？之前是住誒，現在我也是住誒。一隻貓嚟啊！嚇 ？Hello。Hello，你們是住誒？賣出聲。400雙。嚇？400雙，哦，400雙 ，OK。哦，我知你是住誒。我咪細佬，我講先生啊，我講阿俊，我條尾走了，因為伊個其他朋友是淡數嚟嘅。我講你咪走過，我同你講，嚟細佬並發生咩事哦？我嗌，你仔，我講你冇講數先啦，我講你我先都冇走過。講。我同你咩？我而家接你啦。你咁白就爽嘅啊！我你加翻數。我同你講，有見誒，我本作品貴名好謝名本了貴拿刀本了。啊，冇物件，冇件半時呢，你想喺度？我想 ，Oh my God， 我都聽。你講啦，你想喺度係第幾樓？我這人邊兩一空字來一點。不，我講聽下邊有咩？下邊誒。黑餅啊，即係黑餅啦，黑餅是多餅。間裝啊，問講啦，黑餅。有嘅，阿俊你處嘛有。呀咪，咱講黑餅先，咱講阿龍黑餅阿妹嘅，你話你跳阿餅啊？黑餅啊，當時有出來順就係咯，真係。要機啊，對。伊厝甲客家真正近啊，對。Long sự hai. Long cậu gì cả office hoặc者bài chủ辦個類嘛，對喎，伊都出兵。我唔知。誒，咪嗨啊，咱講字係。啊，未對個，咪。你變車了？咱講字。我同你講啊 ，H 擺嗬。上到做咩咁好，我哋都係使個車話俾我嚟背咯。有啊，咱有應該買過來背喎。今年我見到有啲車你擺啲樓卡，咪擺啲夾百裏邊 ，OK，no problem 啦。擺啲夾百裏邊，我是擺，特別我擺有陣時就關咗擺2樓有陣時。2樓啊 ，OK 個啦，唔要緊啊。我擺佢啲關，古幫先嚟做工嗰時，我是擺啲關嘅，一個地方邊啦。400對，係。400你是唔是定咗講係你 Christmas 嘅你是如何？
啊，對對對對對對。OK，但แล้ว當時我咪對對維維話當然你談一張啊，你個看到幾個字棒？冇啊。字棒冇幾啊？呢個出嚟強起咯啊！冇了啊！你是講你看我的名談章，你都會去買粿給我食。幾哦？去買阿達子，買阿達子來拜哇！because 最近是冇啦，本冇點聲，我本冇點到厝本。你冇驚搬來你頭房大，你冇電視。我唔知喎，我未感覺到咧，我唔รู้。你走去啊，你昂呀當劍。啊，有可能哦。個石線頭毛啫。是你頭毛你遐只大，你遐只闊嚟講係蝦貴嘛？你白椒。啊，對，一塊就擼很2百咧。伊看是伊成講伊成你貴成講看到貴啊，看到你。一塊就擼伊就成日講我擼比我及時個數啊。特別冇啊，我感覺到即係我最近昂嗰時貴冇未來啊。冇，最近是冇咯。你外口嘅漲嘅冇冇啦。漲就是本時你看那大漲你看又都冇講有 problem 啦。漲卡冇看到啦。你冇去當然目的是講看到嘅人我是我是別人嘛，唔是我，所以我未感覺到。我未 feel 到嚇。แล้ว第二版嘅是講sometimes 就是我長 egg because 我係厝流水嘛，然後你長咩生水嘅流水是佢長嘅，出動我流水啊！伊電火啊，嗬，未用去，未 function 去，所以就已經係電火本未 function，然後會。啊，每一本地用哦，特別暗漲啊！啊，我暗漲egg啦，然後你嗰時驚啦 ，because 魚咯，你係魚講啊，學就係行到路邊啊。你哋寫漲一冰佢其實喺呢邊。冇嘛，啱就看冇啦，冇啦，啱咗頭毛喺度等嘅。喲，你都未攝㗎了啊！你頭毛。頭毛等咯，頭毛洗啦，按照頭毛喺度等嘅。喂，話我講聽啊，你洗頭毛，你感覺點先？按照我想摸住啲 jeep 你吹啲撈到你邊嚟㗎了，你睇啊！你想綠毛咧，jeep 佢你吹㗎了，而家出去戳毛㗎了，阿莫丹你告訴我。一個理由啊！係咪啊？阿莫丹你告訴吹毛呀！你老乜聽人講啊？笨住點先事啊？我等陣我就係妹仔嗬，佢睇啊頭睇啊，你陪陪是住嚟嘅。得住。啱晒啊！啊，你陪陪是住嚟。你話我碌舊啊，碌白我試嘅未轉我。如果會喎，咪可能會。係哦。呢邊只食。我睇我隔我你講南背 because 我是背嘅 ，OK。我看我聽伊聲真細，真細啊！是普吉胖爬，但只古冇聽過啊喂。你冇聽過先？誒是唔是普吉胖爬嚟？對哈。哦 ，OK 啊。誒，你要等陣。背呀呵，唔是。我只好大把都冇歸他。係你，等下每到對你400雙講。係。你幫照是你講咩？幫照。啊，攏今日都幫照當時啊時候，攏不有嚇你經驗冇，幫那一半點先打人真濟盡濟。啊，有。啊，人講有見，人講徛到邊啊行過咯。哦。是咩？但係真嘅，你是我聽人講嘅。有嘢聽人講，即係有嘢我聽人講，變咗四兩分鐘嚟講，你梗係搞先嘅。特別我常常打冷震嘅喎，特別真 shock 嘅喎。打冷震是我常時有啦，只是你身軀 reflex 啦，唔是鬼啊。
啊，昨日你記啊，我看到幾班就到靠位。來生，對來生，係啊，來生看到一做兵嘅事嚇。啊對。來生是媽咪都聽到啫。做咩？一做兵嘅，一看到一那邊馬路邊去幫照啊，頭殼啊時行響看到鬼啊，一被虎棒啊，一走出去啊，落去靠條腦袋照噶啦。係咯。來生好笑，來生。誒，你一個來生，你個把你鬼告訴講。有啊，我哋咧我都嚟做工嘛，到你諗在問啦 Citibank 到過來龍波位哦，去龍波位。吉隆坡啊？啊，แล้วมันน่าCitibank啊。แล้ว我是阿妹都嚟嘛，做工到9點半啊，9點半嗰嗱。我出2人到office 嘛，then 大家人對啊嘛。แล้ว我奇怪我日入邊lift 時啊，像有人在看我嗰嗱。到 lift 入邊係 lift 個靠。到那邊位，我實像有人在看，我不知是對唔對啦，是我自己想對嘛。แล้วแล้ว奇怪我話實唔對唔對，可能成日愛破病可能。唔錯，I have。係嘛？要最聲啦，多聲。最聲誒。喂，阿伯之類喂。阿龍，唔是我咪來我就冇做半下，我叫我車幫都冇變蹦蹦。你 microphone auto adjust 咧嚇，即係大聲嘅，成日燒到你。我那邊 auto adjust，我用咗 MacBook 嘅嘛。你 MacBook auto adjust。冇啊，阿龍，同埋你件事我你乜嘢聲我去哦。嚇，我係看到你誒，我哋聽到。แล้ว講就去講，你看微話嘛？計水㗎啦，微話嘛？話啲紅毛啊，直接啦，直接嚟，但係時間好長啊，真係直接講。阿龍個餅應該是有隻幾個數嘅咯，唔係講嘅。阿龍講阿龍，未使。冇。即係我見，但你做工嘅會得對隻字。啊，是嘅對隻字，阿冇都嚟搞我做工咯。都經驗你都咪自己講嗰度半數。冇。誒，都會啷搞都會條啦，你係咪爽啊400爽。啊，400爽講下。結大朋友啊！樣安尼搞樣就得隻字嘛。有，我睇見得朋友。我諗是有，我諗是咁夾掉，你有人講，你我只阿豆架超個教你講你嗰邊咁樣嚟哇，哼。我同伊卡古邦我較驚啊，當今較無安尼驚，因為我放工過了，我可以行到樓下有一間入4點鐘嘅 gym。哦。你買貴啦，頭嗰啲。我上去揾啊。啊？龍啊，你去啊！你尖度看人拍片到到邊位哦？無，我看到只隻人啲內邊無啲邊啊。冇，係你唔是人，是鬼。對。呢個鬼咪就 exercise，但係時間咪就做 exercise 嘅職壓呢。我甲你講，讓家己 design 一樣就是 design 佢哋家拍啊，成個下面物件，你愛學machine，愛學格啲類啊，佢要調價。啊！佢咪換到對佢頭前，佢牙齒啊，佢呢個位置係佢哋 building。你講會爸爸係邊個死嘅鬼啊？所以就係鬼話唔夠話嘢咯。誒不，即係不lesson，你講佢個你鬼嘅經驗啫。我是OK，我做工到9點半嘛，then 我出一人，then 講個冚啫，哇，險到死。then 我9點半去夜 lift 咯，咁奇怪，我去坐 lift，因為奇怪，唔是我坐 lift 是啊，像有一個人邊度我後尾等劍我唔知喎，劍路啊，我唔知是我自己愛，我自己先去啊，還是阿川啊？Hello，你數都不到要去嗬？我驚嘛！你叫佢邊啊？แล้วthen 我個奇怪哦，then 伊個你幫到你手係什麼？夾隻係咩？
冇，我係頭殼位。哎呀，頭殼位啊！啊，我是唔知是我啥線，我是下面我都唔知，像有一個杯看起就知哦。啊，講風安尼回嘛，被吹掉嘛。咱伊哩發想行事啊，好險就冇想愛拔刀可能就哦。哦，顯嘅。啊，我是顯嘅。到如果我人嘅fourth floor 啊，四樓啊。四站。啊，我人冇嘅就知哦。冇啊咩？冇。冇第四樓誒。哦。啊冇，第四樓是我人冇嘅，我人是到 3B 啊。冇 3B 本冇，係你 lift 冇過嘅。哦，一直哦，因為一邊開嘅嚇。冇一部停到4樓嘅。哦。咱because 係你 lift 到過嘅嘛，只係嘛。啊。我是到5樓時啊。我係 lift 家己存橋仔哦。然後我奇怪，蝦米數嘅，然後他們走到first floor 時，他們走人啊，然後看個位邊本相本碟啊。邊本相本碟？啊，冇，我講邊係 lift 啊，不過你人伊邊啊無相橋仔。哦，真驚啫，所以走去5樓去開，㗎啦。5樓開，你接第4樓時，你係啥會講到？如果我個 lift 本個叫古講，你咪安尼換對。哦。嗱，龍你做咩龍？係兩個咪學我對。唔是自己咩？跟住話緊啊！唔是自己，北京。我走電啊！誒，我唔到正經啊，佢哋四百爽啊！啊！因為900一吉啊，我直接1箍嘛，佢一就2張先至計1箍。我未曉咪問我咯，我冇做緊呢個喎。我做嘢。你去行啦，行到今日嗱，你再行。你做白行，佢就唔聲時，你咪關你哋事。人講伊是順嘅，個個。拜拜。我後面故意，以前就講係，跟住嗱就講，人看到嗰啲 security 啊 cleaner 看到哦，但係時人看到白白，佢背過，佢冇物件，佢咪去查亂啲，咪做亂啲冇數嘅。特別我就紅教嗰個，依嚟查亂喎。未 of course 未，特別是講你 click 掉了咯，一俾嘅紅線看到咯，你看到伊走了咯。冇啦，John is 阿龍啊，伊สุกะรู้啦，龍。我成個我看到兩咯，我看到兩我隻時我咪就佢看得佢見走嘅。誒，咱嚟咪講咪係，我未聽幾個數，我未聽幾個數。แล้วลอง注意啊，講話時候攞嚟賣啊，問穿開之期你賣，呼話呢，攞攞看，沙坑啊，我看到是為你去學穿開嘅是係骨頭人咯，㗎係400雙㗎嚟生兩四件，玻璃聲啲呼話。OK。แล้ว即係骨頭人咧，其他朋友咧，你幾個？顯識佢。嚇，就識佢。冇啊，講其他朋友講一個幾個數是識佢嘅嘛，叫你講佢哋。嚇，安怎？我未記啊。冇伊講。誒，不對戲喎。哦，真係。對了戲哦，對了戲啊。龍，你做咩龍？你食維他命嘅龍啊？要，我都要。即係坐到去得咯，哥哥。咁咪叫咩咧？แล้ว你繼續講。我係 OK 啦。แล้ว我聽人講啦，佢個數 non-distracted style 就這樣啊。Hello。來先佢講。冇啦，喺你我在，喺你我在係只 can 嚇，你去啊？OK。แล้ว喂，澳門人又會走。OK，拜拜嘅啦嚇，拜拜，攞埋。拜拜。阿妹就對佢去搖啊條。我哋去 shopping 啊，對一個。哎呀！แล้ว你等冇俾結即係鬆嘅了。嚟，我講嚟。400鬆。嚟冇咩關係就貴啦，特別第四你講數本啦，第四我朋友或者我朋友嘅數啦。when it 白白 college 點聲是我聽到香港數，你一飛行點聲是一大啲12站，Trengganu Road 你 preschool 邊12站。你收仔叫做幹大河。幹大河條
4層嘅樣大政府厝，喺度4層關嘅，一大地關嘅，然後地關有2間厝，所以伊生是 neighbor 啊啦，兩人。所以這裡咩中秋節叫咩啊？咩啊？中秋。8個10個。中8個10個，點時啊時，แล้วยังดูกินน้ำมาแล้วเตรียมหลักเจยาเต็งล้างยักปอซีเหลาอีกแกงโรไลแกงกับเหลาคาแล้วเดี๋ยวทำปันเพลงยิ้วก็เดี๋ยวไม่ยังเหลี่ยมไม่ได้ไม่ล้างล้างยาเต็งล้างฮะมีแกง something อะไรให้อย่างฮะแล้วแกงกุยดูจะเลยนับกองเท่าจริง咯ล้างมียาเต็งล้างแล้วแกงเลยนับเป็นของจริง咯อีตัวสิทธิ์อยู่หรออีเต็งล้างแล้วการล้างในสิทธิ์อยู่หรอสิทธิ์ยังมาเขาแล้วก็ขี้เราเต็งจงตัวนี้叫มาเตรียม咯 because ยัง別使點嘛叫มาเตรียมยา落嚟แล้วต่อที่你搞到個佚佗แกง佢ล้างยาเต็งล้างก็ทุก個สิทธิ์哦สิทธิ์一個ขี้เราเต็ง個烤個半絲咧มา對落嚟แล้วก็ดีอย่าติงล้างอย่าติงล้างแกมองกูแกก็เป็นกูสิทีบอกกูแล้วแต่บอกสู่發生了กูเอาแกจริงๆเนี่ยว่า朋友呢就伊是 Christian 嚟แล้ว伊就看病了看正大病了แล้ว冇人知咩事嘛你朋友即係你囡仔咧還是伊大人伊差唔多囡仔算囡仔伊是伊家己定人啦是講伊家己家負責家定人啦所以唔知咩事發生，這是頭你告訴我了。原來到尾點先是了，佢每人講啦，無法了嘛。如果是 doctor 直對講，伊心生照。哦。心生照，無人會知，那係紅心生照。แล้ว佢講伊點先無咩教了，แล้ว我朋友呢，我之前我做朋友 neighbor 呢，講我即伊安尼款嘅情形了，也亦多時間出來解醫咯，我特人講希望講會可以。較好貴咯。Then after that 無久就冇辦法咧，就每人講啦，比較 Christian 嘛，咧就每人講啦，每人講就每條嘢家己人有佢等咯，家己就拿到講咯，拿到講就講，伊得罪到伊，伊人那邊你是要出嚟拿到講，那一個是拿到hijau是拿到halimau未記啦，得罪到就拿到hijau就啲惡嘅，一得罪到，แล้ว伊就去等咧講。我愛證明，阿面伊告訴講嘅就咁講，我愛證明講，我搖我閃出來，你講成日就我搖閃出來，我證明我會活。你大人啊好啊，伊嘛把好翹掉要別生，because 你起嘅成故嘛，你搖閃出來，你會活咧，你就走呢，你就起啊嘛，所以翹咯，人翹好啊，翹個半死佢後咧講，我去答應伊咯，就是變大禮拜四啊，就愛做一個kenduri。แล้วตาจะกุยจิตตาได้ไปสิได้ไปแล้วตาจะกุยจิตนี่จะไอโจทย์เลยกันดูดิโจทย์ตัวไอหอแต่เนี่ยว่า pause เอาไม่รู้แต่ไม่รู้講我冇咩明白你是講佢哋達到佢就會起這你朋友嘅線啊對冇起到嘢你起當人樣叫佢來哦你講我冇明白講係咩事伊厝人 house 係咩事我冇明白伊厝人 house because of 因為伊驚吼伊驚吼已經講未救了，講生命成就了，未救了，了就希望講起動了會救你人講啊嚟到下手啦，那在起嘅時起就嚟嗱就講咯，咧就講起很熟咯。你嗱就講做咩事樣嘅，佢講伊講咪幾心嘅出嚟上面我冇明白你講嘅事。因為吼，伊講證明講我會嚟爆啊，意思是講係我夾你講我心成就嘛，講我見仔心成就嘛，成就我夾出來咯，講夾出來咯。大人驚嘛，聽到香港啲日幾多啊，下都起出來，你是講係達到講我被驚你驚係閃出來，你睇下。對。哦 ，OK，sorry， 我冇明白了。แล้ว佢就冇咯，叫咯，就是答應伊講，大禮拜四就係拜伊，然後接，大佢熱，做緊啲咯，做雞差唔多10幾歲啊，個閒。哦呀。แล้ว佢當。嘢出來，แล้ว佢我妹咯，教佢當見節啦，妹都對妹，你個相信，我冇相信咯，你冇相信咯咁，人哋係想死嘅咁。哦。哇！你我這個朋友真係大單。哦，你是你特別意思就話你大漢啊，你大漢，แล้ว佢เอาอังกอริชไปเป็นแล้วผมจะต่อต้านพวกนี้แล้ววันนั้นอ่านในกราฟิกให้มันเจอแล้วเดี๋ยวอาเมจู assignment 咧嗬，都พ่อแม่無事做，走去食下骨茶啦，亂做我都幾時歲數，骨茶攝得變靚我，你 Macleod Road 有入嘅，4粒嘅
讓我包啊。你我啲你姐妹炒粿條，吧，如姐妹炒粿條就是多啲你。中咯。咩 Crystal 咯？中咯，對。人講啊，黑餅啊，一中咯，你四嚟撈唔包啊。你12點先時啊，你做頭殼啊，看你啲啊，你看要搬嘛，要搬你看中咯，你看 Burma Road。我未攞未記啊啦。你去看就講幾個啦，你是咩少攞嘅攞啊，你我人跪頭班，但你有記，你啲我咩三嘅12點去看啊，車住你跪來跪去，我人看小擺卡吹你可能看，但你看冇行啊。你朋友創地路嘅，俾後你去食小人，你去看卡吹。隔離人家去看，你講咯。即你是講嗰啲卡看嗰啲卡通嗰啲卡很快啊？要看啲卡，你頂過已經看。人家別人個幾個告訴我就係講，係你呢？不記碰拍。我喺度講。我講嘅是話，我古邦company 唔是馬路嘅，我開快先。但人看到我面啊，時講馬路 office 貴又慘。舊嘅公司。古邦嘅公司我是啲一間真正舊嘅公司應該是有幾年30-40年嘅公司。所以我間公司有一堆姊妹團，所以做咗好久嘅就。所以有一日業績就掉票，because of cancel 咯。OK。所以有一暝有人做工嘛 OT 嘛，做咩鬼？係咪？我看到 screen 直幫人連麥。咪娃娃啦。咪娃娃。OK，所以人做個半暝 OK，然後看人行入來咯，然後叫伊名，喂，你安尼後尾個無對啊，你個咪對喎，然後看人咪插伊就，伊就行。行到後背門嘛，伊無開門出去就一頭彈過去。伊無對片即可能是拍為紙來，所以伊人問伊，你昨昏有來 office 無啊？咩12點幾1點？我講伊講，我我都無做工，我今日去排我紙嘛。OK， 這個是一個故事，個一個是我甲有報答順利嘛。等陣，但係你較早講時，你聲都冇 cut off，就是你講伊只條 cancel 死去啊，一間。對。OK，你等陣。所以我係個 production 嚟嘛。伊人阿妹嘛，點人行妹班做行機咯。所以when有時人半暝有人聽到囡仔佇遐個機器好關嘅，伊是也是等來。睇到囡仔佇遐等走去伊個啲樹個聲，然後人嘛看機器咯，無人等安尼關無樓去無可能囡仔會記嘛對無？然後有時人聽到囡仔伊個聲然後對面對面個有時有即個電話彈一下 cling 咪咁開咯 ，cling 咁個聲，電話聽。對，因為because假是只30年講唱我真正顧電話，顧響電話。然後聽到 cling 嘅聲，然後就愛為咯，即係看到種人講嘅四號飯啊，背來背去對。頂過節啦，是唔是講到四樓灣嗬？頂過節嘅事，咱講四樓灣。我應該是以後啊，人講四樓灣時，我聽到四河粉。你唔是聽到炒河粉啊？四河粉咯，四河粉係咩嘢？四河粉。了無就是無。我講下我最近我做隻 project 啦，我是唔係講做咩啊？我最近做隻 project 是有鬼嘅咋，然後我就做啲鬼啦，然後我去做個相啦，我做鬼啊，做一聲，你看咧有個翕一查某喺邊咧嚇，我佢接去做喺邊就恐怖，肯定啊，個水嚟咯。
把只我做几个像的咯。哈，什么做娃娃？我電話講幾個數嘅，係咪嘅？你係講幾個數？係講啦。一個呢嗬是一個一個發生到一個片場，按講片場。戲場哈。片場無人翕戲嘅位。係啦，戲場啦。แล้วนี่อีหลังนี่จะสวยจะเลย hospital ล่ะสิข้าง already สิบ่用咧咯แต่มี講是荒廢只久了嘅所以啦愛翕一張嘅戲咧是到 hospital 嘅所以伊呢即間朋友呢嗬伊是做 production in 按照講個場子啊按照叫場子係咪你會未學掉嘅場子就係講場子是講就係講你嘅 actor 嘅衫係咪啊？我一特別甲一人翕小影起來 ，then 等陣another scene 啊是我 continuity 嘅嚇 continuity 嚇 OK 安尼款，所以伊是做安尼款嘅工課，伊特別做安尼款。你 make sure 樣嘅衫嚇啦，scene 嘅接入去啦。你成日是手表情到邊到邊嘅上面。特別做啲 record 安尼款咯。對。So after that 是咪對調咯？แล้วอีก講佢一間學佢哋 hospital นี่學แล้วในคุณชูนี่學是一人就做過可以變水去咯。個一樓呢啦，一樓呢。伊只這站樓嘛，伊可能叫一樓來翕呢。แล้ว其中一樓來翕呢，แล้ว伊講嗬翕แล้วแล้ว伊就講。伊坐到迄個文層嘅位你知哦，แล้ว伊嘛看到伊人佇翕戲啊咯，แล้ว坐吼，伊 suddenly 伊感覺到講阿妹有人舉手打伊安尼款你知哦，打伊嘅肩膀啊，แล้ว伊變去看無人嘅喎，แล้ว OK 表演咯，แล้ว伊講個有呢就是有一日若是呢，伊人就翕了，一個戲翕了。แล้วนี่อีหลังนี่就轉去佢哋 hospital 位 because 伊第是一個 clinic 來 still 有用嘅有人做有用嘅แล้วนี่伊就愛興出興像水安尼款啦可樣著用伊位แล้ว興樣寫嚇啦愛興人แล้ว伊就行去佢哋 hospital 佢一樓嗰邊แล้วนี่伊一號แล้ว佢哋水แล้วนี่嗬suddenly 伊個迄個文層邊仔個圖啊，較加圖人入來下水啦，下物件下水下蝦米迄個到文層邊仔迄個 drawer 安尼款嘅物件有吼。伊 suddenly 成日講行移動你知哦。suddenly 有你知哦，แล้ว OK 咯，不要緊咯，咪當做是講風吹㗎，是咩嘢款咯，不要緊咯。แล้วนี่伊人就出來了，แล้ว你在 hospital 嘅門啊是兩片會開嘅嘛，แล้ว中午是有一個鏡嘅款嘅咯，四角形嘅鏡嘅款嘅嘛，แล้ว迄個一期若是有3間人，แล้ว有一間呢。伊就真正怪嘅，伊就去夾 handphone 呢，就調講 record，你知哦，愛翕，你知翕看，唔知有物件安尼款啦，一把對了迄個門安尼款翕咯，翕了吼，翕了，伊人就無感覺，了伊人就講了話了，愛走呢是喎，迄個門啊成日講有人冚安尼款你知哦，伊是攞啲門嘛。成日講有物件去搖着伊安尼款，你就，咱成日有人行過安尼款，了冚安尼門安尼款咯，了伊人有聽着聲，但係無看着物件，了不要緊咯，伊嘛舉咧 handphone，小影來看，伊個 van 嘅位咯嗬，了就開到對伊個 video，伊翕 video 你知哦，伊就開到對伊 video，when 伊開到對伊 video 嗰時呢嗬，佢哋門呢是唔嘢有動着。
特別你知講安怎會動到？because 嗬，伊人看到到迄個 video 內邊啊，迄個有一個鬼啊，白色嘅物件，你看啊嗬 ，from 迄個玻璃鏡邊嗬，安尼款伸出來，伊個頭會伸出來，人了，伊頭伸出來，看伊人佇做咩了嗬，一個伸到轉去，所以搖到。到底鏡玻璃鏡通下係咩？伊人嘅迄個門啊，迄個腦底門中央嘅位，特別有鏡嘅嘛，玻璃嘅嘛，你知哦，人 hospital 嘅門是安尼款嘅嘛。哈，對你看通過啦。玻璃嘛，會看通過嘅嘛，所以伊人翕迄個 handphone 用迄個 handphone 翕嘛是喎嗬，迄個伊人就看到咯，迄個鬼喎 from 迄個玻璃鏡邊，玻璃嘅邊安尼款撐出來，你看人做咩，一個撐到轉去。搖幾哩咯？所以每日搖到這樣。轉到點？啊，幾哩哦？你八一嘅人哦？我八一嘅 ，actually 這個故事是到我嗰邊辦嘅。哦，我上捌聽過啊。嚇，你捌聽過，特別我知真濟人冇聽過。伊講華語，伊講嗰個華語真標準嘅嚇。係，伊講華語真標準嘅。有。特別報道有，哎呦，係咩嘅？我好像，因為我弟弟聽人講話咧，我冚咗我係 Safari 嘛，我睇我 email 嘛，但係我看到啲 Safari 時，佢就一個 auntie 企掉。他講話，你媽媽唔是要出去搖咧咩啊？你有地個？你就是一隻換衫咧，未夾一夾降落嚟咯，當佢。你未去啊？OK。拜拜。要去 shopping 啊嘢，我看你邊對人去坐車啦。現在我個 phone 咯，你嘅你 phone 去啊？你 phone 到我房間嘅，我係你 computer 房間嘅。OK， 拜拜。兩班啦。要笑哪位？自己佢咪講過幾個是冇講到。你其他朋友唔是有一個嘅講過咩？OK，我講淡薄古早嘅鬼故事啊，可能捌聽過啊。好。OK， 古早捌聽我係早講過，迄是那段台語啲嘅1920幾年故事嘅。OK， 人講啊，古早人，我無論買字是買個四個字64D 嘛，古早人是買種字花嘅，捌聽過？唔係喎。字花意思係講I think 中國有個特別政府 ban 嘅厲害啊。人講賣字花啊。係啱，係賣字花啱。OK 字花咯，意思差唔多是啥佢伊只一個圖畫有迄個人啊，然後有唔知看咩咪咯，我你看清字多久嘅？我講咧，你久嘅清字多，你就看到啊，新應該是無啊。所以古早人買字花，所以人就愛成古早人嘛是有本事有每看去成講土字喺度，特別人啊古早伊嘅字花是差唔多是啲是幾十年啦嗬。所以人安怎去買咗？我早個講過，人講人請神咗，伊講嘅神我唔知是唔是神啦，比我 feel 到唔是啦。所以人講請咩？請嘅時人人講請教醫神咗。所以我講是安怎都頂教醫啊。對。所以講請教醫神，我講安怎請法？伊無教，我講你唔知念下面啦。所以講我講安怎就講伊神來咗咧？伊講wenn du請教神啊，伊神教伊來時候，伊教伊搖嘅啫。伊家己 vibrate 嘅啫。所以有時安怎去再講 pass message 講愛俾係咪字咧？所以就每樣講帶每你教伊神咯。所以佢搖幾下咯。所以搖幾下講是幾號咯 ，Mister 這是講。人講較濟準喎。我再請教伊神咯。我都唔知啊，伊講唔知。你要去IKEA？我做咩做 IKEA 未教伊到頂日濟咩？特別人除了嗰一個除了這個教育神啊，人個請你
陰文線啫，我講嚇陰文線啊，貓神。哦，特別講真嘅，講啊，我講伊個我早就講講陰文線請來時啊，伊味就真係臭嘅屎味。我來。哦啊，古早有迄物叫只古怪怪嘅，我早個我講。對，真係有誒，你用捌醫過迄個啊鼻腺無？鼻腺啊。鼻腺啊，咬鉛筆啊，你用佢若看到手鹽條筆，人講鹽條嘛，所以。哦，哈哈，捌，我捌醫過，我捌看過人醫。我醫過啊，所以 before 真係是無相信嘅。要需要玩法。伊是人講夾條呢，人講夾，所以幾耐人講夾條咯，就所以你有抓有寫 number 係咪夾條嘅？所以 before 我是無相信嘅，還是我伊是中學時咯，所以嘛伊有certain嘅酒來念了，伊係物件改來咯。所以你無相信嘛，所以你嘛佇心內面問物件咯。所以你問了咧，說啊，你問我生日幾號？伊我家己走去19號嘅就，比如講我生日是19號。你無甲人講出來啦。無，你是佇心內面問。你看邊度會家己冇去嚟19號，所以人講驗者驗較慢慢冇去。別人冇驗啊，佢人驗咗一個別啦。對，所以這是我家己我家己醫過嘅，所以我會驗者知這是真係有人講物件捌，賣醫安尼地我聽講無好嘅。你見迄物件掉在路咧？對。我相信咯，一個。就是咧。我醫過是。類嘅，嚇！我本你講下，人講會貴嘅話咧，我意思是類嘅，我本是無相信嘅 before that，แล้ว我都看伊樣伊後嘛講誒，攏家己殺嘅是無，แล้ว樣嘛嗲我咯講啊，你無相信，你放你手落來，แล้ว樣都放我甲另外一個人，兩個人個佚佗爾咯。所以行一半時，迄個人放手，了，迄個女影是家己行誒。你人講袂使放手誒，是講。哈，伊甲我講伊人袂使放手誒 ，just that 伊愛互 proof 互我看，即個是正誒，所以伊放手咯。伊其實是袂使放手誒，伊放手啦，伊個倒轉誒時，即伊放倒轉時，伊甲伊講 sorry 啊，咪放手者，袂使互我相信誒，款做互我看咯。แล้ว搞ไปให้เลย所以嘛大了免亏啊對咯tapi 迄個查某哩幾日後伊上甲互人伊上甲會起笑呢款咧家己大病怔啊伊上家己愛傷家己呢款咧我過記咧就是真正濟人去掠了伊呢款咯了有出事咯了出事了過了校長 ban 呢款嘅物件我人講袂使醫呢款物件是咯。迄個是有影正誒，我都是因為迄個事啊相信誒。我驚唔敢醫。我聽人講哦，伊會對愈較了去咗，你是伊會驚愈有驚愈嘅自己啊，伊會知愈嘅名得了。對，真誒，這是真誒。我冇明白你講咩。伊個對路面啥物？對路對醫療了對路對厝啊！哈！伊對查某誒，伊對查某個濟個，聽人講是查某驚嘛，所以伊對查某誒。哦。無啊，你一個音啊，咩意思？音。音查某甲音啊？陰氣陽氣啊，查某陰陽啊。嚇！哦。查某薄薄嘛，我是陰。薄陽啦 ，OK。姑不咪陽咯。白紙咯，我都想咪醫特別，我唔介意啊，我唔介。OK， 今次啊。唔係啊。冇，我唔介意啊。唔係撞咪你啊撞。今次啊，講完之後仲係笑聽下，即係禮拜講幾個數講嘅並性啦嚇。禮拜今日再見啦，我哋特別嘅邊啲是BBB 部機碰爬咯，แล้วก็ทำมอจิตช็อกมุ่งมีกับก้องมุ่งหน้าก้องบุมีกับก้องทำก้องเดียวในที่ตัวลิงหุ่นดุยแล้วก็ก็เฮาเตี้ยแกก็ไปเสียแค่เดียว
阿龍咯，阿龍你後背係上面嚟調調嘅。你咪 mute 掉啦，未聽到你。冇咩嘢。阿妹，aircon 阿妹邊？aircon 啊。aircon 特定啊。特嘅邊啊佢。OK， แล้วก็即係我邊是lesson 咯，แล้วก็另外隻我邊是四百講，流能講，係咪啊？四十講雙嘅了，四百雙，แล้วก็即係個頭邊其他朋友。加往嘅出名了誒，微微娃娃。是咪？你頭冇水哦。OK， 感謝各位聽眾，下禮拜嚟再見過啊！你當今攏就是收聽掉咱就講拜拜先，我肯定講攏拜拜。拜拜。我你 echo 啊！拜拜。